ADHD 嘅朋友，你有冇成日出現肚痛、肚脹、便秘嘅情況呢？呢啲症狀聽落去好似好常見、好普通，但係其實你有可能已經患上腸易激綜合症，而呢個症狀好多時候都會喺 ADHD 嘅朋友身上出現。究竟呢個症狀同 ADHD 有咩關係呢？今集同大家講下。大家好，歡迎收睇 Mice Talk。IBS 即係叫做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中文名咧叫做腸易激綜合症，又叫做腸躁症。咁咧係常見嘅慢性功能失調腸道疾病。咁啦，症狀係包括有肚痛啦、肚脹、排便習慣改變，例如係肚瀉或者係便秘。咁根據羅馬4 IBS 診斷標準啊，就估計咧全球嘅有大約4%至5%嘅人口咧患有呢個疾病。咁醫學界咧對 IBS 嗰個成因咧未能夠完全掌握，不過咧就可能覺得係同呢一個嘅腸道動力失調啦、腸道敏感度高、腸道咧菌群失衡，又或者同大腦啦、情緒、生活習慣，例如係壓力啦、焦慮啦、緊張啦、抑鬱啦，又或者咧同呢個嘅遺傳係有關。亦有研究話咧女性患者嘅比例咧較男性為高。咁過去咧有醫學研究就顯示啦 ，ADHD 嘅朋友咧更容易咧患上一啲某啲嘅功能性嘅胃腸道疾病。咁而最新嘅研究咧亦都講到啦 ADHD 同 IBS 嘅關係。咁科學報告啦 Scientific Reports 啦喺今年6月就發表咗一個系統性回顧同統合分析嘅報告。咁咧發現啦 ADHD 患者咧患有 IBS 嘅機會啦，較一般人都係高出咗60%嘅。呢個報告由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團隊進行，分析咗過去11項研究數據，參考咗分別接近17.6萬名嘅 ADHD 患者同埋360萬名非 ADHD 患者嘅數據。呢11項研究已經喺過去25年發表過㗎啦，涉及北美、歐洲同亞洲地區進行。咁研究團隊分析咗呢啲研究指出，ADHD 同 IBS 之間嘅風險存在住顯著性正相關性。咁佢哋都指出ADHD 患者患有 IBS 嘅風險較非 ADHD 患者係高出咗1.63倍。咁研究人員亦都補充佢哋嘅研究並未證實到 ADHD 同其他嘅腸道疾病之間存在關聯。之前同大家講過啦，腸路軸gut-brain axis越嚟越多嘅證據表明咗腸道菌群喺 ADHD 同 IBS 都發揮咗核心作用。咁報告指出ADHD 患者通常都出現腸道菌群改變嘅情況，有可能影響大腦功能同埋行為。ADHD 患者有腸道微生態失調會增加 IBS 發病嘅機會。另外一啲治療 ADHD 嘅藥物嘅副作用可能會增加治療 ADHD 嘅複雜性，例如好似係派甲酯呢種嘅藥物有機會令 ADHD 患者出現食慾下降胃痛、肚瀉或者係便秘等等嘅副作用。咁可能同 IBS 症狀重疊或者係加劇咗，咁所以最好就要同醫生傾傾點樣去調整分量啦。今次呢個報告亦都發現咗唔同地區嘅 ADHD 同埋 IBS 嘅關聯強弱係有差異。當中例如東邊地中海地區嘅研究比起美洲、歐洲同埋西太平洋地區嘅關聯度就比較高啦。一睇之下會以為可能係同飲食習慣或者腸道菌群造成地區差異有關。但研究人員認為係由於研究設計同 ADHD 臨床診斷方法唔一樣。有關嘅結果唔可以直接比較。如果要跨地區比較數據嘅話就要用一致同埋標準化嘅 ADHD 診斷準則，咁先至公平同埋可靠。其實治療 IBS 主要以控制同埋減輕症狀為主，例如係調整飲食、減少壓力、定時運動、充足睡眠、服用藥物，包括係一啲醫腸胃又或者係低劑量嘅抗抑鬱藥物，又或者係補充益生菌。
相信未來會有更加多更大規模嘅研究去深入探討腸道菌群失衡係點樣影響 ADHD 患者嘅大腦發育同埋行為，或者會有呢一個方向嘅療法，咁可以為患有腸道症狀嘅 ADHD 患者帶嚟新嘅希望。好啦，今集先講到呢度，歡迎大家可以撳 like、comment 同 share。可以subscribe 我哋 Let's Talk ADHD 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follow 我哋嘅 Facebook、IG 同埋 Threads。我哋今集時間差唔多，我哋下次再同大家見面。